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初9，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安尼讲：着常常欢喜，着祈祷无煞，凡事感谢，因为这个是上帝点伫基督耶稣恁的旨意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常常欢喜，祈祷无煞，凡事感谢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愿用敬畏甲喜乐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献上阮的称颂甲感谢，因为你是使性命气死的主，你是稳定甲忙的源头，主啊！愿敬拜你，呵罗你，因为你的慈爱永远直地，你的信息直到万世代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予阮每一天拢是新的。主啊！愿无论伫顺境也是逆境，拢要来尊重甲学乐你的名，因为你是牵伫阮一切的学乐甲敬拜的上帝。主啊，求你使圣神日日引带阮。予阮用喜乐、祈祷甲感谢，成做阮生命的记号，予人通对阮的生活中来看见基督的忙甲荣耀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